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老大家强好了运动的有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，是我们的 Niki 老师。准备好吗？也好，来做运动咯。运动以前，你先来做暖身操。好，开始呢，从跑步一样哈，让两只手柄啊，我们身体的两侧，好，从爱用力放在两侧。好，等一下走的运动是手往前摆，对，90度，好，勾往后，一样90度哈，然后这样慢慢呢往前后摆，对，很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对，90度。好，放轻松，然后脚也强壮后来把左脚开起来，对，整脚一样90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手和脚强好了走一遍哦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右手，好，一起，听等老师强好了走。好，那速度不是按加，走得慢慢的走。好，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平衡。注意安全哦。如果说你的脚看起按够，你可以把它放矮一点，放矮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手一样可以的话是请留，让它摆荡的比较大一点点还常常寸到好还不对哦，很好。好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好快了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速度好慢的哦，只要原地踏步也可以哦。我每走得走到我们的暖身。好，你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热了没有？好，有的话呢，我们慢慢的休息一下把两只脚呢打开。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七条溜溜的往下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的脚鼻内侧的肌肉慢慢的拉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整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往左边来好，一样7条微弯。好，我们拉的是整脚的内侧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狗走一遍哦，来吸，好走。好，溜溜的觉得我们的内侧好镜头来到有滴滴的痕痕。好，再回来正中央。好，左边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讲了鼻子吸，好，嘴巴吐。动好，好，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推的动作来，整脚吹起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，抬起来，对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表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再往上拉，向后背，给我拉一下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慢慢的表下来。你往左边搞了一遍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左边弓箭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对，数往天花板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更厉害的来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还不能够往后面，加油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我慢慢的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，吸，吐，很好哦。
好，吸气，吐气下来。有感觉身体热起来吗？我们准备来做运动咯。暖身运动做好嘞，你也好了，开始做运动咯。今天的运动，我们来解决什么呢？解决冲啊滑手机的肩颈酸痛问题。大家一听冲啊会看手机，要滑手机，所以呢，肩头、肩颈多多少少都会酸软痛的问题。给叫雷老师强下来做运动哦。好，首先只不看你走在亲密做，好稳一点呢。然后脚踏把体内下，然后两只脚稍微打开，溜溜的打开，绕肩头偏好。然后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？因为像我们冲啊打电脑、滑手机，肩颈啊、脊椎骨是会活动度好差。我们先来做脊椎骨的屈的动作哈。来，老师打这来教大家哈。首先，凑掌，好，肚时会出力。然后你想象什么呢？想象你的脊椎骨从我们的珍珠项链一样，一阶一阶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一阶一阶往前弯。好，听听老师来走。来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先从肩颈，好往下，听它往下，好，再到胸椎。想象我们的脊椎骨一阶一阶往下，再到腰椎，绕滚。好，可以的话呢，慢慢呢往下去活动你的脊椎骨。然后在这里停留一下，吸气，吐气，放起来，先从绕耳的两骨开始，慢慢呢拉起来。好，再到胸椎，好，再到颈椎，好，够凑起来。好，这时候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就是活动我们的脊椎骨，一阶一阶的往前滚。好，狗走100哦，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先从颈椎开始，慢慢的往下。好，往下挺痛，也好抖胸椎。然后还是要挺直哦，好，胸椎，狗往下。现在抖腰椎，好，慢慢呢再往下滚，对，很好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先从绕耳开始哈，绕滚，先拉起来。再到胸椎，肚时会出力咯，会挺舒哈。胸椎拉起来，再到颈椎，然后再到回来的位置，走对吗？好，我们再做一次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先从颈椎往下，一阶一阶往下，对，很好，再到胸椎。好，慢慢的往前卷，脊椎骨往前卷，再到腰椎。好，再往下滚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肚时出力。我们先从腰椎开始，拉起来。肚时会脚力咯。好，腰椎再到胸椎，好，过来，肩颈，好，再慢慢的回到正常的位置。好，我们放轻松。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先把脊椎骨活动一下哈。那接下来啊打手机来讲我们前胸的肌肉会强横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伸展的动作哈。两半走嘞，来吸气，吐气，两只手往旁边打开来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狗往后背，后背寸。这时候呢，你的手腕可以再往后面翘起来，
对，很好。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手背到前胸都赖得很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给我慢慢的转来，回到前面的位置。哎，你给我来走一遍了哈，来吸气，吐气，两只手打开来。好，吸，吐气往后，很好，肚脐会出力咯，肚子不要凸出来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手腕向后边。好，那这时我们加一个动作，赶紧往天花板的方向看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对，脖子收起来。好，手慢慢的放下来。哦，放轻松。哎，你给我来走一遍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手打开来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我往后面大字形的打开。好，然后手腕往后翘起来，很好哦。有没有觉得很很的感觉？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跳呢，看我们的天花板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，1、2、3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收下巴。好，手慢慢的收回来。哎，再回到正中的位置。好，更跳痛一痛，很好。那接下来，你要走的是脖子哈。一般来讲哈，感跟上认同来说，脖子的活动度也会有影响哈。我们来做一下脖子旋转的动作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，你用你的鼻子为中心哈，然后慢慢呢往你的整片看。你的鼻孔会对你的更跳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慢慢的回到正中央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往左边，对，鼻孔，想想你的鼻子对你的更跳的方向。好，肚子会够力咯，身体会凑起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肚子出力。好，回到正前方。你给我来走一遍哈，来吸，吐气，鼻孔慢慢的转过来，很好。来吸气，吐气，给我转过正前方。好，左边，来吸，吐气往左边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我回来。好，再来一次吸，吐气，我们要往侧边，左边的耳孔从因为变到你的肩膀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，再来做一次吸气，吐气，整片的耳孔会碰到我们的肩膀。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，给我转来。好，有没有觉得很轻松呢？你调整呼吸，休息一下。